我想要是小姐那一种程度书，
去，即是同生，将兵明先生明日一早登城。此甚好，应该你要一路小心了。没什么，应该是么？应该有话就说下来讲吧。
你家儿来谁做？
把
不
愚兄之堂，小子也难。梁山北与众英台，携手姻缘开龙来。天堂欢笑，红喜喜，他真是地地江众生配，久未从我姻缘心，令我一场走上台。两兄弟一天为郎子，要想名声。原来哎，你我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讲的？今生无妨。两兄，小妹始终比你为难，弟弟所赐，已将小妹的终身。
不成来，不叫你心中伤伤来找你，我叫你观音堂先把堂背。离别情开，须记美。眼中的花轿早来抬，谁知道我与两兄难忍耐，我弟弟赢了大将，我与两兄难争分，我弟弟谁了马家平，我与两兄难争分，我弟弟赢过马家平。谁知那天长地久，夫妻配笑，把郎断了分。
愚兄就不远离，你可知我为你忧伤？
多
累不累呀？他不累吗？母亲，你可曾对他一讲？三宝别无他君，只有见他一面，生死无。哦，我也曾数次生，怎能迎来他？你是马家的谁了？他送信一封请示一律，就为娘代问，因为
还是运气好。
此心难明，可使我作罢真心相亲，与长亭成敌。此恨天意作弄，无名难为其宣告，也难懂天下之心，终是泪台相会，鸟的杂刺为花枝般平地梦碎，两兄怀命不往心。夫妇命不寡怨，阴阳两分，叛军有力，命我死体，问心归来。血泪清醒两兄。两兄
一
呐。